师谈。
讲性是吧？到尾比较大，定一杯啦。我讲讲实在吼，我看人家这个会这个情况，来这个来，这个没有个人在环境啊，不要看这个特等于是哦，真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是种人给，啊，既然是安尼，人生都在做环境，从咱建筑上，咱拢嘛知，一般对于新化来讲，了袂讲讲，我咱做这个原本就会死，啊，所以咱老师以及这蜕变，咱老师我们还有一段的心，我们蜕变，上面有个蜕变，蜕变啊。本来这个因是咱讲来，是讲这个起毛高叫做毛毛虫啊，哦，起毛高咱讲得出来个吼，也显得说咱尤其是咱人讲来讲讲咱就搞定，是安怎讲？因为咱现在面对起我咱行为就打掉，打掉来了。但是这个猫仔同伊经真个讲，是啥物？讲诶咱伊是卵生的动物，所以挺有卵，伊诶卵泄气跟卵气嘛吼，然后变幼，咱是光的猫吼，吼，啊然后有腿对背，吼，一个腿背下来，一个这腰杆，后期啊这个操杆，这个腰，吼，就咱在上班。他们在他们跟后期的高有啊，然后到位类似那个在化掉这种破料这样重它去的。啊，所以你们这个该讲啊，弄得变，弄得变。所以我只是讲伊化型变，包括你本身的内在的体质不能变。啊，所以咧，这讲到种其他大嘅后台，然后咧改变嚟嘅。所以咧，咱看咧讲羽化，这慢慢往背咱连读书也不给咱改成这个羽化。污化，所以污化，就是讲我咱未来讲咱哪个以前的话，一般都是大为的了解这个，我来讲这个污化。所以这娃娃基本上它会很背景给它这个哇，所以呢这个是讲会，啊，其实咱在咱是蛮多嘞，咱嘛是需要背，啊，当然这背咱到底是给它背，这是都是咱有的，啊，当然咱用咱讲咱这个讲的可能这个开始啊，或者摸砖，所谓摸砖这个适合比较。我听人家说嘛，但是你得了，改变啊，大半头大变头，装备哦，这嘛应该方便。哦，我们为咱这咱华为公，一般对吼，这红头发是。啊，是，咱讲我们在嘛，开始，这种我是做猫的，就是来配魔术。啊，一开始都系黄标，啊，到结婚，我听讲啥话，刚在婚前包，我在啥包啊？我都系黄标伊个头，伊黄包咧打，然后黄标到底听说伊个咯，他们知影最大红标出来咧，就是迄妖精来配黄标。咱甲想人吼，一个人，若做当地咧大表时，照伊讲伊就是咱白条，都定袂起啊。我每下这个定都到可能，不管讲是诚实在，无可能嘛，实在是要讲结婚尔，我手机很好，咱人老咱走着吼，
啊，你讲用的是啥？你家己注重这个，啊，你讲大就大，啊，你讲到有道理讲哦，啊，就是反正快啦，加上水交给来，我都啥啊，大概就来，我现在这样发到做事，所以我觉得这样，我观察，请好，请好来好来，就是咱老年接受一个来，咱我来讲。我较早呢，遐个时阵哦，伊所穿的衫叫做大貂衫，油道道了后所穿的衫叫做西装衫，啥叫做大貂衫？你讲大貂衫就讲哦，现在人来大貂哦，我是唔知啊，我甲你讲了过，伊第一阵，伊拢会点粉食，但是拢会袂记住嘛，都短信看对吧？会记读书高要比赛哦。啊，那会弄他对不对？啊，第三个，所以三个啊，那个也是个小事啊。我这里就黄标上，那后来呢，当然是到到前套，不管讲是婚啊，还是酒啦吼，包括内衫，已经来要改掉。后来我现在上去过来做管理的，那那是出来的东西，内衫、裤、那这个。我叫做什么衫？我叫做西装，你家己讲的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咱来讲其实看是对的，对的。啊，当然咱讲起对一个匠心咧，变工，咱个新闻规划搞出来，对我来引导的，当然，啊，你讲安这咱还是有在休息跟提升的。啊，所以我来讲吼，咱这动机应该有一个改变，哦，改革了。然后别人这个洗，你要爱嘛，现在洗嘛，啊，既然要洗可以，用爱现在是有必要的那些嘛，刚才讲的是那个，啊，所以吼，我爱对白，啊，对白的贵点，你看，你会心理，这是道理解，因为别人讲，这个知道，你爱知道。当然，这个是容易大家很落坏啊！啊，现在讲还有批评的，对，道理都是要你批评嘛。咱哪个讲物件？哦，这物件较好食，你会听哦，这个好袂歹，汤头袂歹哦，啊有鱼咧食，啊像咱鱼龟的，啊鱼个天气，我咱就天气了嘛。对，但是这是品味料出来的品，伊几个字？哦，三个字嘛吼，但是这种咱讲，现在有三个字这些，我比较简单的，咱从可能咱理解，咱用这理解啦，这个理解啦，有的人理解，我理解咱我，咱利用起来。到啥子？关键是你都来炒的，我按而且讲我先听哦，看这些行业把紧啦吼，爱讲啊无这20块拢凊彩，哦，哎呀是买啊大包买进来是我爱讲这个啊有啥物事？有啦有第二个，还有一个先生讲啊，因为这款咧叫做牛鱼啊，牛鱼。因为咱知影吼，因为人讲咧伊就安尼开始讲咧才会安怎，就是第一吼，好的，啊你看开始地回啊，啊伊用一个，无咧因为当然啊像那里来先批这个蚊香鸡，哦啊蚊香鸡然后咱倒咧咱这里地回啊，啊这蚊香鸡个咧，啊虎尾嘛烧，啊然后咧开始慢慢批。啊，批者了爱安怎？哇，都拍拍哦，啊，所以咱咧看咧，咱学啊咧，这个完全拢做出来，所以咧讲实在个靠150啊，我知道有感觉，我才讲咧学看咧对。但是呢，咱讲这个真正不要比赛啊，比赛我讲，这个来
这相关。当然，我现在谈的我来讲了，咱对着这个地方来去切做，我去。你是讲我来现在咱给他点引导，当然我来这个道理会当传，咱你给他体会了品味，啊品味，啊你品味，变成一派传，啊你品味，还有到位，到位，这个到位的到位感。要爱有这个道理，要有到位，因为为了这么到位的理论是没错。好，是讲咱他一定是世界可以是他。那大家都知影嘛，他比较咱去谈的啦，咱讲话，你若是就讲两方面，但是咱对方的这个幽默一点，他都觉得就是挺困难。后来这他的理论就是到位。哎，你发生比赛嘛，发生对嘛，啊，就是他摸这个国家比赛，啊，第一个成绩就是发生的，但是发生的是对，你家己英文来的，啊，你这个不容易，第一个这个不容易，哪里都会变成到位，那没有到位嘛，是几乎有基本上的呀。对不对？哦，没有到位啊！那传球嘛是赶快咯，那传球的线传到哪里，不要慢看咯，还喝水，啊，看先打比赛，就比把这个特别比较超前。你倒回来再讲打球，你倒球去打，保球就是讲换一个为球的对打，因为做暗号嘛，啊做暗号咧，对打，来打，啊那倒没有。就是没有到位，啊，所以大家讲的就是导师火球，去打来，去打来，这种天然的打，啊，所以你看到位，啊，关于东西的所在，这种这种这种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就讲啊，你们要会的，要经过体会，啊，我们要体会就要到那个位，这位一定要有到，这个位呢，这么高，就是等于的传承。所以讲到位的位就是讲本，咱就本，讲目标引水位底啊拜求这个意思。这个因哪种无，讲要叫伊开会结果啊，无可能。所以呢，这个因重要，所以呢，咱有伊来提讲，讲本主本力提道心。伊所注重的是咱啥物？就是伊个本。所以咱遇到的是咱为啥要特重要？啊，咱该受出一致，是咱有两种，一个是咱个是咱的本，啊，另外调起来，就是咱有脑多，一个是咱的本。啊，所以咱今日讲从修道，咱要归到咱自身的本体本源，所以到持续到应该是传到。会有那些内部的讲，我不说呢，不说，但会是影响和本来哦，所以呢，不说这个不说，那个都是本，这样会搞那个体，哦，所以呢，就啊，你哋都太清楚，哦，看出来，不是个，咱哋讲这个本，讲实在啦，三手啊，因本就是因嘛，爱因咱搞。咱无看，咱看这个表，好是，我们是没有看到的。所以是本呢，它是隐含的，但是我呢，我是看的，所以咱个修道，为什么？咱讲求道入门啊，行道入啊，我你会看一定，咱地理咱无开。看袂，咱看袂到讲个经历可以看。你带伊讲咱看袂到，但是咱平时咱来讲几个因啊，压水就是压几个因啊。所以呢，大家讲，啊，花时间了，
我来是说，啊，咱都无得到啥物啦，但咱无得到啥物啦，所以看无，看无就讲迄个价值是对单，看无所以呢，到尾来机会，管理就是这个，所以地位无相关，地位无相关。所以咱今日爱是个本，迄叫做价单，你才价单，咱要爱是个价小哦。有当时咱人做比，不用讨论这个价小，用个手表啊，哦，当时咱落来讲，啊，你这手表偌济钱，台车偌济钱，迄个啥物？迄个价小，价格啦，哦，本来就15块嘞，那无办法，我今天老板讲今天这个，迄叫做价小，但是这个挂起来无赔，不然10万的这个手表我去讲，我咱今日开班，咱高点开始练课，哦，咱来是讲哦，爱高点哦，这个资料啊，安尼哦，是讲比如这时间都无啥用，真彩彩叫做实用，你咱挂一个手表要看时间是在用哪？要休息嘛，咱今日食头路，为了爱拍卡，像我的公司，拢来按字，查资料抄这个会使啊，拢来按字都用电子，啊查资料会使啊，啊所以呢，讲一定要收的事情啊，咱叫我讲真的啊，所以这块资料目标，它的价值到底是在哪个位置？到位。咱是用了一个价值，大家来去评论啊，去开发点什么呀？爱用什么货呢？这个叫做什么？你看我们这个原点嘛，叫做价格，这个价值。但是咱要让我新闻当真正发挥点这个功能出来，一定得给新闻的高一点。别让我们在人家听完，顶上这个发文然后当到这个意义啊。所以这个新闻会高一点。所以呢，先让我们大家听有关到底的当效这个事情，这个是给大家来看。让我们继续讲我们这个版，继续看。所以每个工作者来这辛苦嘛，咱这辛苦呢，我们是最给的。我们在关各位这为这样一个地位啊，所以呢，你这个问题看我是嘿，对不对？下问有关，所以中心的有谁是管理的是说的，所以咱今日也能有道是道啊，别让这个问题上变成我们爱有对比。所以呢，这要考虑要到位，我们这个应该目标，这为的是让我们这个应该目标。当时啊，这路以来内容有来讲的，主动啊，工作的机会。主动讲哪有主动啊？讲平日不欠，不交，何如？主动讲简单，那真不善讲。但是我哋呢，咁樣做過他，因為人講我哋地方嘅人，新界，我哋地方管嘅人，或者是講後期嘅人，我哋大家咧鋪陳，以前用來講開馬屁，安尼目標就咁樣，我係當佢啲機都未安尼咯。但是咧，咱主管講我是人善，但是我哋呢個咧做過他，你我哋面講我係當。咁啊，而家嘅我啱啱係嗰個公安嗰啲人，我話你教我俾我話嘅嗰啲人，你話佢就係真係招優貴，我咪教我，主講講老師講，老師啊，或者係話啲經驗係話，主講講客嘅人，客嘅人講，你都係人，你都係人。我也是明白，像站家、像婆婆、那都要有这样但是你讲啊，讲利用5级破地，那个比例会讲一个人去站家最快。
一个人生命真个清出来，其实他内心也快乐，有困难。但是一个人啊，你讲在个现当中，我已经无所谓晒甲好嘢啊，老实讲，我在这个关系环境，用咱快乐，伊个都已经写出来啊。所以干回就是单纯条件，伊路讲，咱伊会解决到，就是讲咱伊路做啦。在人生当中，其实无所谓晒甲好嘢啊，没有。哦，啊，为啥讲以后咧？以后咧是袂好嘅，伊对起码袂是讲我就是好嘢啊。所以对待作为内容已经去关来来看，我以前这样，我对嘛对着已经来来看，所以他也没有所谓的品跟物的差别。所以这个已经规搞对，然后收工的不舒服就说嘛，当然嘛不舒服嘛，这个是本嘛，这个是因嘛。不然就讲老实讲，我咧主角已经是老家，但是咱讲老实也是老家的所在。哦，所以这个就咱们讲老实讲，道理不一样，所以道理都出来嘛，那个道理就出来了。所以咱讲老实讲，离离不尽如泪河，离离不尽如干，对吧？我这人生活其实，咱讲的累个，这人活其实讲的干。啊，当然，现在所讲的这个这个讲，咱前面所讲的哦咧，有一点点差别。咱就是讲，我咱今日也，咱有咧这哦，来讲，这个咱咧办，要开始咧评课哦，这嘛是用这个咧，或者是讲，咱要来礼拜的时阵，我前线人才，现在要毛巾，现在早安请用毛巾，哦，这个是用这些哦。咁一个人啊，都无认心的时阵，咱来讲什么嘅？你外表好看嘅，迄只是种外表啦。迄叫外表，叫做承担那边嘅，好，做得啦，所以种啦，人啊，如果人家本身啦，如果摕来，伊所做嘅，上咱比较快，因为伊心到底讲只要注意的定性，事实上看得出来。好，这公干。咱就领导来唱歌，就歌啊，唱着歌啊，唱着歌，对这个曲啊唱到有声音，佮对这个内心来唱无出来，上面这个道怪这个含咱书之后在主火山，伊这个关内不应该唱不出来，有感觉，这个感觉，所以在咱这在注意下来，也是可以旁边班来讲。咱花歌怎么也得唱？哦，你们唱歌不要只有口气，要有道气，不能单有口气，不要你一打咧打，声音唱无出来个啦。你道气个怪，要是按唱着咱自己真心的这个东西，咱唱无出来，有落去这个怪下这个嘛。啊，当然要讲咱一定来配合唱，我到底是哪样？啊，所以呢，困难啊，就是配合就会成功起来，定来这些目标到位。所以呢，咱应该想得到，这个声呢话，咱讲话这是要口到底要是到哪？咱应该来想得到这到底是什么？不是咱来清清楚楚的。那我呢，大家讲。亚军对来，讲实在，也对来，但是咱无到，他来到我直接嘛，就是咱对分的时候，就把它搞好。咱来讲到对国际时候，到这个大家在想对不对？好，啊，这是有这其他的行动，好，咱应该是说，咱家己要做清楚讲，来我们谈到的上，好，这东西就作为来说，以及带我做回收的人。上，一目的是啥物？有作为在段有诶，为到不求提问，目标清清楚楚，很清楚。啊，就是讲，今讲总是讲外界
就算是咱大的鱼呢，这对伊来讲，拢叫做渔夫啦，假出来啊，这个假出来，就亲像咱人啊，卖人平常讲袂歹，这个巴肚皮拢我打切出来，我也不切，我也不切，这个啥，这个赘肉，赘肉假出来这个鱼，所以呢，咱就所谓非油到分，疑问，当然这是讲吼，咱就会作为咱手中的咱花草，咱们作为一个当中，其实呢就是用这愿力，也管这个目标，因为当你这管这个目标你会比较，从这依赖化方面的点，所以呢，咱就开始重点讲一点后化传经历，将来咱比较今天听无到我们台书讲清楚了，来细上去研究，达到这主席的分配，所以我到我们传的，我大概能简单的。所以呢，咱今日讲啊，伊是讲为不就是分生气的嘛。所以呢，咱今日目标就是在这里，判生气破坏这个目标。那会就是要在哪？当然啦，会到迄个位就是在这。啊，当然咱今日叫做啥物？应该就是重心啦，就是重心啦。哦，啊，本来就是大我的重心。哎，你刚才讲人心，所以呢，那个讲退背，有人心背人心，所以在哪退？在哪出？在哪出？我是讲意念啦，就是讲在里头嘛，那给都是。还有蜕变出人心更大的蜕变成天心，或者天心蜕变成人心，人心爱贪嗔痴妄，唯见天心，光显慈悲喜舍，人心堕样样天心堕方行道。我们用蜕变成无点，人心运动蜕变成天心。不可天心配变哦，才能蜕变道体哦。配变成人心，人心只带来贪嗔痴妄，以见天心奉配如意以下，人心做主，样样天心做主，应得做。所以，你讲这个人心那个天心，很常见。有人讲咱情情色色，咱应该讲咩？这人心蜕变哦。会变，这个毛毛鸡毛毛就变成这样，说明它去的这个目标感官，所以这个是蜕变。所以咱老我们讲清楚，就是由人心蜕变变成哦。所以讲话简单，讲的这个人心，也能够由人心蜕变到天心，当然这个简单介绍出来，马上叫做人心。我来讲用心，当然用心的意义清澈，它不整体偏清澈，所以用心的是给，它不是多，给很多啦。所以这给呢，一般来讲啊，咱用心，不只是用心的分，咱大家拢看来讲来，以外，用心的不是不啦，现在分就是用心的，一到类型。1点3点来的，当然不是1点光跑这个达到摸这个应该这个目标来这个话这个点，这个点来这个1点光一关这说毕业这分配来这个，所以呢，这本来成功是注意感官，水啊。三态，这个丁，咱们怎样？这个运动，完了运动以后，有变丁，
其实讲是讲一个本质，哦，伊拢是讲一个本质哦，哦，只是无共款的形态，这个水的生态，所以这个水咱来讲，其实都比它简单很多种的水啊，很多种，咱来讲就是地位啊，哦，而且是啊，有马上可以，啊，肯定说。不规则的情况来这个可以不规则，更三个可以三个。啊，所以咱这种咱就是讲水是当随意而安嘛，好，随意而安，搞什么都可以快。但是讲一个人若是讲提供咱人的这个心，若是讲由这个领导去讲讲的讲的讲的可以啊，咱是来直接逻辑。有见咱讲法，咱人重信心嘛。当你有见时阵，咱是讲有水结冰就这样，变成就是冰啊，变成冰了，咱看哦，咱准备其他的讲在落来这个冰的地方落来，落来对啊，所以咱讲本来咱们做主要的咱种，咱重心呢，能够赶快。哦，重视个咱是讲哦，一个修的一个心定啊，哦，因为人是安尼有个心大，所以就容易变，啊，既然容易就变欢乐的人生，啊，欢乐的人生容易快乐，啊，就咱是讲这个经历后来，这个作为生，这个环境来带动的，所以啊，我大概讲，啊，这些系统对是安尼来。啊，若种有个有偏心了，讲开工，咱就是讲那个重心嘛，假设然后一零高比全变成一，安尼个意思，哦，所以呢，你都会当随意而来，哦，啊，你一个这个环境呢，非常在定，在边际这样一个边，所以会有对，所以这个偏心。所以一个人啊，对于偏心作用的时候，就是讲他们是希望；这样是偏心作用的时候，就是当然就是注意，刚才讲过的其他内容。所以呢，咱老师家的讲，人生大来，当今之梦，人生啊做出来啊，人拢糊涂，啊其实你人个糊涂是讲是本地，做代志太糊涂啦，所以话呢。先对这起交往跟咱做介绍，你看你讲贪亲戚，哦，啊，拢是贪来的讲，咱而且大话是起交往跟咱做差不多，什么叫做起？哦，起望是讲咱人在来讲啊，这两字拢做一个讲啊，期望，啊，期望的起，啊，期望的起，什么叫期望的起？就是讲，因平相处所说爱情有迄个公心。我咱是这样，对，安尼讲来讲，是夫妻，啊，夫妻因为大家合无好，啊，合无好的人，讲到平常，咱一般讲讲 IQ 嘛 ，IQ 歹的人 ，IQ 好的人不一定地位很好，啊，咱是讲，最近我这太大声了吼，啊，来惊，咱讲这简单的，大啊。你头先讲礼拜嘛，咁有时候都会这次不一定啦，吼，不一定。哦，啊，所以讲无地位，啊，之所以会产生就是反观就是讲因人相处，讲用你才做对，咱你说心里才做对外交的声声用力触发了，做出这种爱情的迄个方式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对世界外交的继续利益。什么叫做接受？其他本就说，今天我自然想象出来。咱做一个这水，咱做一个这好，但是我咱家己想象出来的，那种不是的。咱是讲水啊，什么叫做水？水到一个标准，应该是大不大好？故事，不为讲啊，情人眼中出上。其实你，这
是啦，意思讲哦，咱若放假的，这个我们看到是这样做水，做水到标准，没有嘛，有人来定位讲哦，是就是讲哦，迄目睭咧爱单风爱有精神啊，是影爱落来好个人拢去落，嘴巴要领导调整，腰咧腰来看，所以哦，这种咱人家己塑造出来种这个相，用这个水其实这个贴性，那叫做假象啊。那我呢，哪个怎么样都爱看别人嘛，那么别水啊，那就我个人来讲呢，但是刚才讲离开嘛，然后因处为这个豪宅豪宅嘛，人家定位出来了，对不？豪宅所以为比为赚钱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是讲到在家我们就在实际上面放在现在的体育来说，但是反正讲你做这个出来，做这个给钱，不是有的人讲简单啊，就定义在这个给钱来对了，叫做给钱不是钱啊，这个困难，咱已经用定了，就咱家己所做的这种这个给钱来对这个体验叫做过这个我们讲实话，我咱讲咱人轮回啊，轮回讲咱一定是先给掉嘛，咱人先有志的心，你哪怕开始做业，我要来做业，因为一旦有产生失望的心理的分析呢，受到外界继续没来，后边影响啊，他们会来了，这就是他，也是讲对一切不行。一切修行的敬意性的降临，那种奇异嘛不行。现在但是家己先做做这个修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教的物件，所以呢，有时咱甚至讲他讲他那个好，或者讲讲的是敬的事嘛，这样我敬他是我不会爱，包括我这个人的所讲的话嘛是咁款。讲咱做的是啊，是种种，咱要爱人家那种感觉。所以那个悲剧，这是这个进来的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的，我是生出来，我是生了人家这个结果，所以基本上这个这个叫做看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做他们对吧？他们公平机制还是种假象。你看，咱主席贵族就会怎样嘛？我今天去做事情公平，然后还是后悔的，其实对咱上面那是种假象，所以呢，咱就从这里，咱是给是感觉给他怎么样？按怎么样办法？咱就开始有业啊，还是既然咱他们是了后，有业了后，不要有就跟着来了，在多在讲诚信有所有安心哦。所以咱来想哦，你若是讲爱好食物件，你甲酱油，当然爱袂叫的时阵，袂当自我的时阵，后壁恁大个啥物信心啊，信心嘛，这个信心，讲较简单讲，你个兴趣啊，还是关门啊。心无病啊，对不对？迄个为情之敬的种，袂当甲我本身我要爱的物件，我原本所设定的种迄个敬，现在就是讲家己设一个家属伊个所在嘛，然后爱嘛，爱袂叫的时阵，当然就是愤怒，就会来嘛，就会怨，就会不平，所以一个人，讲想这。伊就愈袂快乐，乐处愈来愈低，所以来讲，这样子修啊，实际上跟这个有关系，还是有关系，有关系。所以伊会起来咧，咱来看咱老婆，咱讲回到咱老婆，
心希望咱的心嘛，咱家己心会讲会会家己计做咧，计做着咱已经会心出来，所以带来了贪心希望，你就是人心做，既然人心做主，人在好好做，好好做，无咱啊，甲看，因为这个社会，一个大环境内底讲实在好好来，讲袂了，讲没办法头就解开啦，讲实在是真正是难了，当然我们就是在修道，你办道的过程中间咱卖过，这个东西啊。所以呢，伊会讲来，对啦，咱这爱，爱是咱个想袂过去的人，你得别叫，因为人讲伊人生本就会很难，伊到尾咱遇到的做法是很像，所以呢，伊这应该对讲好的在，好的在，易经内底讲第四本君主义。在像咱我面我来讲，你有诶头前面咧，其实来讲，天人见君主义，现在先是讲义，后壁就是讲第四本君主义，和平在论，所以天天福，地咧地在，地咧也当现在万物嘛。当然，也当现在嘛，咱讲话第一论啊，到咧德性，到咧德性，首先啊，第一讲，德性讲无好嘛，这是真好啦。为啥物讲？现在啊，就讲这个他希望讲个，他无希望存在。你若刷迄大片，我毋捌在后面当时，再加细片，无啦，我咧分大细啦，没有在分。大跟小，所以变当然啦，咱来另外讲伊品质来讲，讲伊品质有够呀，而且伊的厚度嘛有够呀，伊到迄个咱来实在这样。但是人家咱来讲，咱一个人，无法对讲咱爱有格局。你讲咱地位，一个人的地位，咱一个钱财。最上无，咱讲咱唔通容易变起来。其实这拢咱是咱过去是所做，咱每一个人拢伊个福报。咱先讲咱公司在头路，咱公司在道路，咱不在前面的感觉结果是不是？那可是我们应得的，这嘛是咱种的这个我们自己因为这是咱家己去创造啦，咱家己创造啦。但是这问题来啊，就是讲咱要爱这物件，咱要去追求这物件，而且要用很多心要去追求的东西，到底咱给咱家己付出的那个配合。当然如果配合的时候，才是什么款的事情。咱讲贵老水啊，黄金水啊，我拢买手起家啊，所以从这个真网络一样，老早那个带个落来嘛，所以为收出的这什么看清楚，都看老来往的一代啊，所以这摆富平时空叫做富二代，这摆是用给人听的，给人听的，就是讲伊拢生落来了后，咱按照经常吃的，讲这个啥物，伊吃下来，我拢袂单交这个动口才会来当我，来大台轿车来当，不然因为这个财产给人当。所以基本上咧，有当时就是讲，伊根本都无想要去，家己去拍拼，家己无想要去拍拼，所以咧就是讲哇，这样，所以呢，你这个都在在所谓的超跑的超跑，
咱热咧个放几公斤落，30公斤、40公斤，这块都来放落去的，一定放落去的嘛。所以，这个所谓的负担，那不是我这个介绍，给北京啊，最近的呀，最近的那个，他不是说话没讲，但是慢慢讲的呀，因为现在讲，大家难做，难做嘛，啊，讲实在啦，咱是讲实在对哦，无讲啊，大家做其他事情，咱好嘢啦，我更加很给他们哦，因为咱话是咱拍片啦，比较好嘛，那个情况啊，但是到到后台落来以后呢，到咱人，即摆人拢生少，哇，生少，较惊讲，较点点东西嘛，讲我啊，这是拢要老板这个，即摆吼，咱莫讲用较少，挂较少好来，为较少超。啊，有这个钱东西，就讲会钱钱哦，这种项目，啊，伊家己用手机啊，用那个上礼拜爱老师呢，很多秒上，然后用那个 iPhone，然后用那个上盖落，啊，结果家己用了是无爱的，拢是咱家己囝无爱的，啊，其实我那个大家哦，基本你拢爱看电视。这样是别人好，那是别人好。啊，所以呢，讲实在吼，老实讲，这摆少年，处理这些操作上好多，说实在不好找。啊，你摆看电脑好谈价，啊，好谈价，都是关情况，那个情况呢，大家去，艰苦的是什么？是家己哦。你那是家己哦，做的我咱是外头那个老板是会的，有那是对来讲，老财本，然后这个，人家老财不到，所以这两天我给他推荐一件店，好，那我有工作的，还要被咱今天刚才说，现在还是我容易放心，所以呢，今天要推荐这个店，好，哎，所以。好，要关键的人啊，要时间的，要关的上课，不上课的，拢唔好会，一个是电视。笑。